Yo，我係石玉秀。今次我同齋姑去到杭州武林夜市。呢個夜市係由2013年正式升級改造後，迅速成為當地人休閒宵夜嘅首選，更加係遊客必打卡嘅夜市，屬於當地夜經濟橋樑。喺短短300幾米長嘅夜市，就接近有400幾個攤檔，天南地北美食、手作攤位，通通成為呢個夜市生活氣息。由於我哋冇食晚餐嘅關係，一去到夜市見到一間標榜手工蝦滑，就即刻點咗一碗試試。除咗蝦滑、米線，仲有大量嘅芫茜、鹹酸菜等配菜。呢一碗蝦滑食落總算爽口彈牙，整體味道都 OK。食完碗麵，一直行見到一檔炭燒豬蹄，燒得香噴噴，於是乎我就忍唔住買咗一隻試試，咬落好腍，燒得好香。不過稍嫌師傅重手得滯，鹹咗少少。跟住再行冇幾遠，又有一檔吸引到我哋停低。呢一檔我哋就買咗羊肉串同埋燒餅，羊肉串配上孜然粉，可以話係最佳拍檔。通常我喺夜市見到都會買翻串。至於肉質同埋味道，我個人覺得就普通，唔算差。至於個燒餅係齋姑點，即叫即做，材料全部素菜，做出嚟齋姑話熱辣辣，味道唔錯，佢仲話好好食添。不過佢食完呢個已經話有啲飽啦。接住冇幾遠，又見到一檔係賣蟹粉大湯包，眼見賣相都幾吸引，於是乎我又買咗一個。我把飲管拮咗落個湯包度，好小心一口一口咁啜啲湯。入口嘅湯好熱，有少少蟹肉嘅鮮味，個皮食落口感唔錯，但裏邊嘅蟹肉就好少。呢一個我就覺得一般般啦。隔離檔有燒大魷魚，我毫不猶豫咁買咗一串，睇住佢慢慢咁燒出嚟，又問我要大辣、中辣定係小辣，我揀咗小辣。呢一隻燒魷魚燒得幾好，食落質感好爽口，調味都 OK。雖然25蚊有少少貴，但我覺得總比嗰個蟹粉大湯包抵食好多。食完呢一隻大魷魚就結束我哋今晚嘅行程。下一集我同齋姑去咗慶春撲門杭州總店，密切期待。今日嚟到呢度先，大家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我哋嘅 channel， 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我愛你，我愛你，我愛你。